有一晚，我見到一位爸爸喺商場門口同個小朋友爭持緊。原來係因為呢位爸爸好快手咁推開咗商場道玻璃門，小朋友冇機會自己推開，所以呢個小朋友就喊得好厲害。我仲聽到爸爸同佢講：點解你咁固執㗎？最多咪下次俾你推咯。如果我話俾大家聽，其實喺呢一刻，小朋友唔係固執，亦都唔係發脾氣，而係佢為咗保護佢自己嘅秩序感，你又會點睇呢？一個1歲半至4歲之間嘅小朋友，佢哋建立緊秩序感同邏輯結構嘅關鍵時期，佢哋會透過重複流程，自己掌控嘅一啲嘢，去建立對世界嘅理解。有啲小朋友每次都要堅持左腳先着鞋，每次要自己撳 lift 掣先肯出門口。佢哋學嘅唔單止係秩序，而係世界係咪可信，佢係咪有能力去處理。但係就喺呢個階段，家長可能就會開始發現，孩子嘅堅持有時好難界定，究竟佢係秩序感啊，定還是所謂嘅固執期呢？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佢哋有時做起事上嚟好強調步驟同次序嘅呢？例如係飲奶前要鋪圍裙，玩完嘅玩具要喺指定嘅位置擺好，呢啲都源自於佢內在對規律嘅需求，係佢腦袋入邊練習緊嘅順序感。呢啲多數係屬於秩序敏感期嘅階段。而喺另一啲時候，佢哋可能唔係堅持步驟，而係想話晒事。例如指定家長坐某一張嘅凳，唔俾人喐佢哋嘅嘢，甚至乎堅持某個人幫佢沖奶，堅持某個人幫佢摺衫，唔俾第二個搞。呢類就比較似自我意識爆發時期嘅控制欲。所以我哋唔能夠一概而論，話佢哋嘅行為係固執定還是係秩序。有時佢哋係想守住一份內在嘅秩序，有時就係學緊點樣做一個有主見、有界線嘅人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啲家長會擔心，如果小朋友成長嘅過程當中咁中意掌控，會唔會將來變得好霸道、好自我中心呢？其實孩子想掌控唔一定係壞事，佢哋喺度試下呢件事自己做唔做到，試下呢個人我可唔可以影響到佢，呢個世界係咪容許我參與。掌控感係孩子建構自信、界線同責任感嘅起點。關鍵唔係要打壓打擊佢哋嘅控制欲，而係幫佢哋慢慢分清楚，有啲嘢可以由佢自己決定，有啲嘢係有基本嘅規則唔可以改嘅。你可以咁樣同佢哋講，呢樣嘢你可以自己揀，例如今日你可以選擇着紅色定藍色嘅 T 恤，但有啲就唔可以揀啦。例如出街上車一定要扣安全帶，食飯前一定要洗手，綠燈先可以過馬路。呢啲嘢每個人都要跟從嘅。呢啲界線唔係限制，而係幫助佢哋明白世界係有秩序，自己有選擇，亦要為選擇去負責。當然，我哋大人睇落好多行為都好似係控制緊人，鬧緊情緒，或者覺得細路仔唔肯合作。但大家諗深一層，其實對佢哋嚟講，佢哋只係想知道我可唔可以自己嚟？你係咪信得過我？你會唔會尊重我？一步一步咁建立我嘅秩序。孩子對呢個世界仲有好多未掌握，所以佢哋要靠自己嘅方式去整理混亂。而如果我哋每次都急住打斷、催促
不斷咁同佢講，叫佢快啲，佢會慢慢就會懷疑，原來自己好多嘢都做唔到，原來我好唔值得人信任，原來我好麻煩。所以有時唔係家長教得唔好，而係我哋未能夠察覺到孩子行為背後嘅動機。好多時一個睇落去好固執嘅反應，背後隱藏住嘅其實係一份好認真嘅學習成長嘅心。所以下次當你再見到你嘅孩子堅持固執，不如先停一停，諗一諗，佢未必想控制你，又或者要你就範，佢可能只係想知道自己係咪值得俾你去尊重，俾你去信任。